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示威，昨昏有一个去示威的查某囡仔，因为伊的正目，互警方开枪弹到，目睭仁破去重伤。示威者是真愤慨，伫昨暗聚集伫咧机场，造成香港机场按站开始取消所有的航班，拢总有超过230个航班受到影响。一直到今日透早6:55，香港机场才有无人机起飞。民众10日来到香港机场，穿乌衫示威者甲接机大厅客甲直通通，爱警察向个受伤查某人一蕊目睭。这里是香港国际机场，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人潮不断涌入。上周五呢，大家发起了万人接机行动，今天再升级成100万人挤爆机场的活动。香港机场管理局昨下晡3点半宣布，就已经完成登机，其他所有航班全部取消。外国旅客先行一条，暗过能理解示威者的心情。I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here. You know, people are fighting for that right and all the things. Yeah, that's beside the point. But then again, airlines should give us something in return. They should give us food, accommodation, but nothing. 机管局表示，会机场运作恢复正常，今透早6点重新编配航班。按照机场上新的航班资讯，有客机伫6点55分起飞。警方行为令医护人员嘛看不落去，拜下晡发动罢工，超过伫目睭吸药水布，批评警方拍算无10分钟。警察咧用咗好多嘅佢哋所謂嘅最低武力，但係嗰啲嘅最低武力咧係講緊咧係導致琴日有一位女嘅示威者咧係右眼嗰度係受到嚴重嘅傷害。示威主流嘅大學生，香港西進大學以後學生會發起聯合聲明，指出香港已經進入軍管時代，呼籲無限期展開罷工、罷課、罷市，國民對立真嚴重。甚至有示威民眾指控第8億衝突有警察假造烏紗人，涉嫌使用暴力行為。It has been documented in live videos that some policemen dressed up as protesters by putting on black tops and gas masks had infiltrated the crowd. 警方承認有這件代志，按佢冇違法行為。首先第一樣係唔會挑起任何事端嘅，呢個係我哋咧就係唔會係叫佢哋挑起事端，亦都唔會咧係叫佢哋進行一啲非法嘅行為嘅。中國國務院港澳辦是書面指控部分示威者喪心病狂，香港開始出現恐怖主義。對這樣的暴力犯罪行徑，必須堅決依法打擊，毫不手軟，毫不留情。港澳辦講，香港已行到重要關頭，所關心香港前途的人，攏會徛出來止暴制亂。香港民眾只是有假一禮拜六、禮拜日，將警方行為刊登喺全球報紙，這撥款1點鐘就超過100萬美金目標。記者綜合報道。鏡頭等下，咱過來關心，台南在今仔日是停班停課一天，因為台南高雄雲林雷公河落幾暗，受到大水河影響，台南市真濟所在傳出淹水的災情，交通攏無方便，所以台南市長吳偉德在透早宣布，台南今仔日停班停課。台南市雷公河是落幾暗，部分地勢較低，積水真嚴重，交通攏未過。台南市的災害應變中心嘛，喺今仔日升懸做2級。台南市長吳偉德透早6點宣布，今仔日台南市停班停課一天，包括永康、東區、仁德、歸仁這所在，因為路面積水也未退，所以即馬也閣有佇咧小東地下道雙向即馬無法度行。林森路一段大東地下道嘛有做管制，嘛是雙向無法度行的，所以提醒台南的鄉親愛注意安全。拄則看到台南落雨淹水，毋但台南、高雄、雲林、雷公河嘛是落幾暗。要提醒中南部的鄉親，中央氣象局有針對台南、高雄、屏東發布大水雨特報，台中以南攏愛注意會落大雨。咱來看雲圖，
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今仔日的天气甲前几日是差不多，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哦，伫咧中南部会落雨，若是有出门，还是要早雨满雨伞较保险，因为今仔日各地拢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度到35度，大台北的高温可能有36度以上，台东有可能会吹小风，所以出门在外，乡亲爱加啉滚水。咱看高雄山区，嘛是因为连续落大雨，南马社甲桃园昨昏嘛停班停课。要去四社部落的路有登去啊，所以部落内底即马有40挂户吊伫咧内底，当地想办法铺便道，方便因出入。路面长做过60，高雄桃园里通往四社部落的联络道路，前一天资本只有溜落落去，但是到12中昼规段路加落落去1-2公尺深。四社部落40外户交通中断，雨停了后有居民冒险通过，要送囡仔去外口住。可能也有小孩子，所以可能要接到亲戚家住了，要不然在上面没有办法生活啊。等路好吧，就东西带下去，先去住亲戚家。四社部落本身伫咧安全区域，住户嘛暂时无紧急送病院的需求，但是居民无确定会调伫咧遮调几工，有诶嘛是选择先用行离开。区公所早起嘛协调道路两边缠咧地主，希望紧开便道，以免发生危险。人是可以勉强走，但是非常危险。那尤其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们经过这一条路，因为这个随时会那个塌方下线走山。地主全部同意，区公所有5拜日开始施工，3工后四社部落就会当恢复交通。期间嘛会随时注意居民的物资需求。不过市长韩国瑜结束假日造势了后，并无安排勘灾，受访问的时嘛无回答原因。市府是表示，考虑到山区有落石啊、路骨长，大批人流去山顶变得危险。都比较是一些土石流或道路中断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的时候，特别当然是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去上山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任何政治人物去勘灾，恐怕都不见得是适当的，而是有需要的这个公务人员。市府强调讲，产厂工务局长伫咧前一天就开始入去山区勘查。目前市府的重点伫咧提供专业协助，抢通道路，让居民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中昨昏落雨，市区嘛有真侪所在拢积水，有的车是进水袂发，水沟啊挂，嘛互水喷甲飞飞起来，南屯溪水溢出来。因半个恁啊悬，嘛有封锁线。大雨落袂煞，台中市南屯溪溢流，永春东山路甲环中路口积水严重，因甲半个车轮悬。警方紧急尤其封锁线，南屯帮树里长指出，主要是水利工程设计有问题，拄着大雨就淹水。超过40分，水位就整个拉高，这边水一定会慢抵过，排水不及，加上说岛福堰的截面积挡在那里，水一定会慢到这边来。南屯中河里因为水未复导，因甲土地公庙甲面体，还有医护人员送批分不清倒位是路，搬入了调查，环境协助脱困。我同事去车叫调咧啊，调咧我连我的车都遐样叫调咧，我这边车规台车拢变过啊。下太大了，一下子没办法泄。这边只要水就泄过去，所以排泄不了。南屯公益路河南路口回文国小边的人坑挂被大水喷甲向顶灌冲。南投埔里镇第21线大白顶路段强降雨，佫造成大量的土水冲落来，路变成溪，冒险开车通过，好亲像是伫咧路顶悬行船。我会不会被冲掉啊？我这边怎么淹了？如果瞬间雨很大，就会像这样。水刚刚退，以后大下来了，好像要等一下子，你再退了10分钟，车子走了可以走，再10分钟、20分钟，水又更大。公路总局埔里干部团指出，当地是红土地质，排水性无好，山沟真侪年也无整理，山坪过度开发，强降雨队发生土石流的灾情。未来研究增加环向排水设备，希望能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反常伫中华保阳这带有民众看到光雷啊风，自安这鹿港一直架到秀水去，嘛传出有农作物受损害，树啊物件倒去，好佳在无人受伤。迄边的天拢乌来啊，遐有一个油老型的云愈来愈大。
中华保严早起9点外，雨落真大，汹汹一阵风，厝一直震动，民众打开始叫是讲是地动，差不多2分钟了才停落来，开门来看，四界东倒西歪。突然一阵飓风，吓死了！然后我以为是地震，很大，快吓死了，感觉房子都赶快好像要被飞走那种，有一点那个感觉。风透过的所在，田啊田倒去，树啊嘛规丛倒落。保严的民众话讲，透视人毋捌拄过这种代。光啊规大啊，营运规丛前，光靠去到遐。工地委会嘛去互风透甲线夜夜，规个早起工人拢伫无用收物件。当时一阵强风啊，好像有那个好像下了好像很大的雨，啊，整个树叶一阵都吹过来，整个都垮掉了。气象局指出，迄当阵中华保严落大雨，对流真旺，造成加利亚风，和加载时间无长。它是有触碰到陆地啦，的确是龙卷风，只是说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就几秒这样。伫咧苗栗南庄苗124线22.6公里的所在，在伊半暝1点外发生大规模的崩山，现场崩的面积差不多有1/3，篮球场遐尼大。关有5公尺，造成2项的交通断去。因为个石头落落来风险，而且雨还未停，手通的工课一直到12才完成。稍微微震的时候，它整个底下有没有下雨，连续下雨，底下积水很多啊，所以它整个滑下来。立即嘛，风台的外围环流和大水河伫苗栗甲中华拢有传出一寡灾情。台中气象站表示，中部地区1礼拜以来，因为西南风继续来影响，雨会继续落，民众千万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解详先来看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交通部上新的大房统计，今年顶半年有92万人次的中国观光客大饭店。占饭店大房的2成。即马中国禁止观光客来台湾，估计会对台北、高雄、花莲影响上大。来看《联合报》，台湾高铁公司明年要改善董事会，陆新刀控陆续卖高铁股票，其他的民股嘛拍算要豆卖股票。安尼明年董事改选的时，若民股拢无去，才有可能会变成正港的外国企业。来看《自由时报》，交通大学 NCTU 团队昨昏去美国参加美国国防部办的第机器人的挑战赛。这场比赛比3年比上赢的会当赚到200万的美金，这奖金真悬。这嘛是咱台湾头一摆有大学生去比赛。来看开卖4档的家己，故宫南院昨昏传出火烧，市底3楼机房的配电盘导火。好佳仔无收到古董甲文物。坤电盘甲电线管拢受甲臭火打引起，消防队员赶到时，现场拢是乌烟。故宫南院3楼302甲303电梯时间的机房，透早1点26分发出火灾警报，南院员工甲保全原本想以灭火器拍火，但过无法度完全控制。于3楼空调机房发现火点，那我们消防人员第一时间立即使用灭火器，将火势扑灭。火势于2点20分控制，那于2点32分火势熄灭。火伫1点钟拍花，指伫无断电系统的配电盘导火，显示防火材料有效。故宫表示，2016年南院标出假防火擦，甲即马有员甲厂商拍官司，不过防火无够的部分早就成补救。后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再等，我们只好以文物为重，所以我们就自己把它处理了，然后那些处理的钱，我们就向他求偿。故宫强调，南院用防火1点钟，对即摆好亲像是电线小拍电，也用1天的时间专门清查甲换有问题零件，拜二顿开馆。另外，为日本借电的文物，南院已经向一方报平安，无引起一方的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禁止旅客来台湾自由行。即马是烦恼会去影响外岛的观光，所以金门县、连江县甲澎湖县3个县长昨昏就做伙去中国拜会各代办，希望中国会当对这3个外岛另外做安排。不管是金门的老街，也是澎湖的沙坡，台湾离岛嘛是陆客自由行热门的地点。但是这2天，中国公告暂停47个城市人民来台湾自由行的政策，对离岛观光造成冲击。包括金门县长杨定娥、连江县长刘金英和澎湖县长大方伟，礼拜出发去北京，并且拜会各代办，希望会当进一步争取中国的对台湾相关旅游政策。自由行
快接近70%啊。所谓小三通部分，它的证件可能审核的程序应备文件比较宽松一些，比较少一些啦。目前，中国观光客在台湾除了办理入台证，部分登记伫飞台湾本岛之外，嘛会当行小三通去金门、马祖、澎湖地区，比来本岛观光加真方便。根据金门县观光处统计，这3档去金门旅游的人次，每一年拢在成长，对2016年的155万人次，到去年已经有199万人次，今年1月到6月嘛已经有96万人次。其中，中国观光客差不多占小三通人数的45%，中国客自由行的部分又搁占70%。金门县政府表示，若是暂停来金门自由行，有估对8月到明年1月，当地观光产值会损失超过台票25亿。若是马祖方面，中国人客敢若占旅游人流的10%。澎湖是对蔡英文上台执政了后，澎湖直飞中国的航线全部停航。每一年，中国观光客观光的人次差不多是5%。为地方的产业去做一些沟通，我想我们都是正面看待。一个小小国台办也不可能影响到他整个国家政策啦。对离岛3位首长去北京拜会，观光局表示，只要是对观光发展有好处，莫互政治因素干扰旅游，拢表示支持。不过学者嘛讲，总体来讲，嘛是卡伫咧政府的两岸政策和中国的冲突上侪，建议政府嘛是应该和邻近国家保持友好，才会当互观光的冲击降低。记者综合报道。这2个月，伫花莲台东正接看到乌熊，甚至有民众甲乌熊相对上。台东林管处是讲，假使看到乌熊，爱出一寡声音，安尼乌熊就袂挖紧，对人对熊拢较安全。顶个月27，台东县海端乡才发现过一只的乌熊仔囝，和台东林管处紧急安搭。过3天7月30，花莲县南安水厂附近，有民众发现一只乌熊仔囝。8月11，有南亚登山客伫台东海端乡中继海拔关道的红石拿道11.5公里处，和一只当咧食高波乌的大只乌熊离真近去撞到，和民众不离紧张。碰到熊，我真的什么都忘记哦，我只知道要发出声音，但是我不知道发出什么声音。这2个月乌熊真接出现，并且和人类离愈来愈近，是毋是山区的食物欠缺？台东林管处表示，会赶紧邀请专家调查，找出答案。会请一些野生动物的专家，然后继续把这个热点地区的熊的密度做一个调查，然后也了解为什么熊最近经常会下山来。高庆连讲，对这2个月乌熊直接出现的情形来看，海端乡已经是乌熊出现的热点，会加强甲当地居民和登山客宣导，尽量制造声音。一旦和熊去撞到，嘛爱保持冷静离开。不要惊吓啊，这样尖叫乱跑哦，那真的是会比较可怕，就保持镇静。我离他相反的方向离开哦。台东林管处表示，最近会去海端乡部落，教当地居民防熊接近的各种方法，卖做相关的告示牌，提醒民众注意和乌熊离较远离。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上要紧来关心日本、韩国贸易战搁压起来。韩国政府昨昏决定，按9月份开始，要甲日本按出口白名单顶头提掉。这动作方认为讲是要来报复日本，也毋过韩国政府有讲，因也是愿意协商。 광복절을 맞이하는 우리의 마음가짐이 한층 결연해질 수밖에 없는 이유입니다. 그러나 일본의 경제 보복에 대한 우리의 대응은 감정적이어서는 안 됩니다. 결기를 가지되 냉정하면서 또 근본적인 대책까지 생각하는 긴 호흡을 가져야 합니다. 文在寅是向幕僚话声讲，叫大家爱做好久长的打算。伊嘛讲，日本的经济报复无公正，是因为历史问题。日本甲韩国主要是因为之前劳工赔偿的问题，按7月份开始一路按外交战拍到贸易战。韩国按算9月份甲日本按白名单内底提掉，日本爱面对更较严格出口管制手续也有审查，也毋过韩国政府嘛讲，因随时拢愿意协商。 镜头来中国，李基马洪泰离开台湾，走去中国，伫咧浙江、山东造成严重灾情。目前已经知影，上无造成中国45个人死亡，16个人失踪，嘛影响约900万人。
有高楼山老悬的建筑都安尼叫大水拍倒去，连路遐民众拢感觉恐怖。你起码为山东第2摆登陆，上大风力有9级，各地拢传出灾情。临渠县达478.8毫米。昨天上午，临渠县的弥河段突发大水，当地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巨岳湖亭瞬间被洪水冲倒。伫山东的张店区，因为一个墙围倒去，大水倒击入去民族厝内，80多户1楼甲地下室全部淹水，50外个老大人因为行动无方便，掉伫厝内。乡邻官用6点外钟，一家一家去看，各甲人挨出来。因为你起码传出灾情的，搁有伫浙江的三家村，因为风台引发崩山湖，崩坏了后，搁造成水崩山，全村拢向抬起来，真侪民众是袂赴逃走。造成24人死亡，8人失踪，目前各地继续搜救中。我现在呢还在这个受灾的山枣村，我们能够看到突如其来这个洪水，这场灾难像是给这个村子重重的砸了一拳，电线杆都已经完全的冲倒，拉到地上，然后把这些房子可能都已经完全冲走。中国应急管理部关键拨人民币3亿，差不多新台币13亿，予灾情惨重的浙江、江苏甲山东3省使用，并出动3万外个相邻员到嚟救灾。上前统计，受影响人数已经897万人，其中171万外人已经搬离几家园，振兴安置。总体经济损失超过800亿新台币。官位价今开始，你起码强度会减弱，毋过还是要注意所造成的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还有一个风台是科罗莎，科罗莎会影响日本，所以最近有要去日本的乡亲要特别注意。科罗莎按算15号会伫个西日本登陆，也毋过还未登陆进前，风台的外围环流伫13、14这2天会替这九州甲东海道带来大雨，落雨会由100毫米到300毫米。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受到科罗莎风台影响，日本外太平洋沿岸的风影变强，已经造成民众死亡。11伫神奈川县，甲12伫千叶县甲爱知县，拢总有9位民众跌落海，其中5个人不幸死亡，也就是失踪。日本气象厅讲，为12暗时开始，当日本甲西日本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出现上悬有6公尺的大影。按在落雨方面。12日開始，雨勢就較大。明日朝までの24時間に降る雨の量はいずれも多いところで東海で150ミリ、近畿で100ミリで、その後明後日朝までの24時間に降る雨の量は東海で200から300ミリ、近畿と九州南部、奄美地方で100から200ミリと予想されています。类似灾难场景嘛，出现伫南亚，面对7月到9月雨季高峰，印度西南部卡纳塔克顶3邦，四界拢是叫大水破坏桥、甲车路、甲倒起树瓦、电火条瓦。这3邦甲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同款，有未少的穆斯林。11礼拜日这天，都是伊斯兰真重要节日，毋过大雨变做灾情，毋但有交通受到影响，连煮饭拢出问题。更莫讲是准备过节的物件。और बच्चे किस हाल में हैं? ना हम खाना पका सकते हैं, ना कुछ घरों में पानी आ रहा है, गंदगी किस कदर हुई पड़ी है, मच्छर इससे आ रहे हैं。大雨嘛，伫未少所在造成水崩山，亲像缅甸东南部的马达班，救援人员已经石头堆中找出几60具的遗体，甚至有同一地点挖出几60具遗体状况，因为各处叫抬起来，救援人员有期。死亡人数阁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缅甸东南部做大水，大规模的土石流造成59个人死亡，4000多栋厝互大水淹去，25000多人无厝通转去。今日因的政府会派军队去灾区斗3天。西九的透早发生一场土石流，甲27户的民体遮去。救援人员这3天拢一直伫咧鹿公门内底找罹难者的遗体。当年的雨季，缅甸甲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受害拢正严重。缅甸的副总统昨昏有去灾区，伊去安慰活落来的人，嘛答应讲政府会提供协助。另外，伫咧泰国是出现条最近1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渴旱。中部有一个水库大批批，即马互20当前淹伫咧水底的一间庙，即马互看现现。
民众伫码头互相进前，夜香祭拜。泰国最近有扩换，中部上大水库抽水量重新加，甲增加无3%。互20年前因为起水坝，大地水地庙司又搁走出来。成功已经无完整，也是吸引不少民众甲回乡来献花致意。这座庙司过去伫当地庄仔头有重要地位，村里提出过去办庆典活动，有真侪人来相片，甲今日情形比起来，有真深的感受。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ทางใจ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ทุกสิ่งที่อยู่ในวัดเนี่ยคืออย่างผมเป็นเด็กเนี่ยผมก็มาเล่นที่วัดก็จะมีช้างพายแก้วพายดำกับพายชมพูที่อยู่หน้าโบสถ์ก็จะมานั่งเล่นนะครับมันจะเหมือนว่าเป็นแลนด์มาร์คของเด็กสมัยนั้น水上这件是这座庙司第2摆因为水库打起重新出来，顶一摆是伫2015年，啊，毋过这摆情形更加严重。这座水库水量原本会当灌溉附近些省份超过52万公顷农田，啊，毋过即马该能照顾12平方公里。目前全泰国有一半主要水库拢欠水，抽水量拢已经无到3成，农业生产会受到严重影响。ต้องประหยัดให้มากๆเชื่ออย่างยิ่งว่าโอกาสแบบนี้ต้องเกิดขึ้นอีกบ่อยๆ水库当局呼吁民众爱改变用水方式，安那顶过庙司，村民嘛得想办法，希望趁这机会将伊好好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美国因为正接传出校园枪击案，即马家长替囡仔买册包啊，拢会经有防止枪支的册包啊，而且这款册包啊正抢市，敢若一礼拜销量加3倍。本来想要买互收者联名的牌包互后生，毋过后来选了欧式报道，介绍佫贵了6倍的防弹牌包，就因为最近美国连续发生随机枪杀民众的恐怖事件。I'm willing to spend that much money. Do I have that much money to spend on it? No, I do not. But am I willing to work the hours and the time to do what I have to do as a mother to protect my child? I will. 美国拄仔咧开学，因为月初德州甲俄亥俄州连续发生造成31人死亡的2件重大枪击案，互大家拢真着惊。家长到大卖场买开学用品时，也买了防弹牌包，这互防弹牌包过去一礼拜销量比平常时增加3倍。We've definitely seen a spike over the past week or so in the sales, and that could be attributed to back to school, but it also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ome of the national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as well. 防弹牌包无销一个爱美金119块，差不多新台币3700块起跳。内底有一个防弹帮，厂商讲这帮虽然无法度完全当枪支，不过伊是依照美国司法学会标准做的，因有效阻挡9米价，点叔叔麦克龙左轮手枪，就亲像警察穿的防弹架同款。不过美国国家司法学会表示，市面上所卖无经过测试认证，呼吁消费者唔通轻易相信去买。面对随机枪击案的惊吓，尽管共和党推出加强买枪背景调查红旗法案，新鲜通过也唔知影，家长只好想办法自保，甘愿替囡仔加开钱，买者安心。This shouldn't have to come to selling bulletproof backpacks. That just goes to show what type of society we live in today. 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的第一大城圣彼得堡码头纳粹围城900天，所有动物仔拢互食了，只剩济鸟鼠。所以有按西伯利亚掠鸟要来掠鸟鼠，所以鸟是这个所在影响，会替鸟仔办鸟节，带鸟仔出来游行。30多只装水水的鸟仔，甲主人斗阵参加西伯利亚西部图门市的鸟仔游行。这活动不只是为了庆祝8号国际鸟仔节，也顺便表扬这救国英雄。第2战纳粹德国围城期间，守护国家第2大城列宁格勒，也就是后来圣彼得堡，则无受到鸟鼠危害贡献。В подвалах 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расплодилось несметное полчища крыс. Окошек не было. Их всех, равно как и собак, съели блокадники. Поэтому НКВД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котов завести из Сибири. 1941年9月起，纳粹围城900天期间，列宁格勒有8万人夭死、寒死、被炸死，一片绿苍苍，无法度处理鸟鼠的问题。当时苏联内部人民委员会送来238只西伯利亚鸟仔，保护东京博物馆内底珍贵收藏。东京到即马拢要聘请到鸟仔警卫，图门市广场顶悬摇西伯利亚鸟仔雕像，纪念这段历史。
Характер у сибиряки с очень крепкой нервной системой, то есть они хорошо переносят стрессы, они очень добронравны к людям, но при этом они охраняют сво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и от чужих кошек, и от собак,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т крыс и мышей. 西伯利亚猫仔是布哈拉猫仔甲野生森林猫仔生出来本地品种，体型较大，毛质较长，用挡着西伯利亚真悬天气。啊，不过天嘛是热天，因的褪毛就亲像将头毛甲拍无共款，到冬天恢复胖胖，真有明青款。现场甚至有一只伫纪录片中演过第一只进入叶林格勒对抗妖气的明青猫仔，而无论倒一种品种，拢是主人的大心伴侣。 Я его ложу себе на шею, он со мной лежит, спит. Он забирает всю негативную энергию, и м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т него хорошо. 鸟节的活动进行到一半就落大雨，啊，不过大部分的鸟仔拢保持冷静优雅，展现富国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等下来讲来，咱来关心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央气象局今日透早针对中南部10个县市发布大水特报，其中台南市伫咧短短5点钟内就落破237毫米，按早11点开始一直落到真侪所在拢淹水，所以台南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嘛伫咧面册宣布讲，台南市今日停班停课一天。 不要用骑的，用牵的。看过去，这路边规个拢做大水，民众无法度骑奥多摆，只好用牵的。12暗时11点开始，台南落大雨，这雨是落袂停，一直落到半暝2点外，有民众发现厝内底淹水，紧出来看。2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淹很高了。我们可能就是把车牵走。那边会不会比较浅一点？所以你们里面都淹了吗？都淹了，我这边都是湿的。 因为雨势落到真大，真侪所在拢淹水，民众一透早就紧拼出来。你本身在淹了，水就排不了。你现在雨又下大了，变成后面整个水都往前面这边流出来。那雨真正就真大的。啊，你家呢？拢淹到内底去啊呢？内底去啊，淹到边啊，你无看？ 有传出真侪所在淹水淹到卡倒的所在，台南市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30分调升为2级1阶开设。台南市长黄伟哲一透早是紧急宣布停班停课。还是宣布全天全市停班停课，这是不得已的决定了。就我们6小时就已经下了240、250毫米。 所以我们不能等到1天后再来宣布停班停课，1天后搞不好人家就已经水都已经退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当机立断。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包括永康、东区、仁德、归仁等等的地区，拢有一寡道路有积水的情形。啊，即阵小东地下道双向拢封起来，林森路一段、大东地下道等等的所在也拢有进行管制，请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消息来关心，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陪总统蔡英文去拜庙寺的时，伊是靠说韩国瑜花天酒地。昨下晡韩国瑜这边要求陈鸿昌3天内爱过7个，若无讲要告。另外，国民党的新北市党部嘛随开除陈鸿昌的党籍。大家理性跟平和，然后就事论事来判断，好不好？ 甲军方酒店员工坐伫涂骹讲话，高雄市长韩国瑜承诺维护劳工权益，互抗议结束。暗过对党内同志真歹轻轻放下，因为韩国瑜竞选总部将针对泸州英联市主委，也就是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批评韩国瑜食啉耍佮抱查某的代志提过。 那我们怎么看？好，谢谢。问到这代志，韩国瑜无回答。按过其实第一时间伊有回应，迄是过去好亲像感谢承认。有一段轰动的日子，按过竞选总部强调，韩国瑜将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抱查某3字，对来讲是严重中伤。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也开考纪委员会，真紧通过开除陈鸿昌党籍的决定。我们总觉得他身为中评委啊，不应该有这样的言论啊。 那他自从被提名之后，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洁身自爱，而且时刻警惕。所以有关于抱女人的这些指控，都是对他而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污蔑跟不实的言论。那他自从担任公务员以来，是没有打过1场的麻将。
市党部主委李乾良讲，韩国瑜承认过去常常拍牌啉酒，不过亲近女性的指控也引起支持者反弹。李乾良也认为，假使韩国瑜无提过，那总统也变选咯。虽然透过党内大脑呼吁陈鸿昌道歉，不过被伊拒绝。不过陈鸿昌这个进程无要接电话，无法度确认伊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郭文哲、郭台铭、王金平因三个人敢无要合作？目前有听声无看影。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讲，卡做伊参选赢面上介大，有关三个人见面的代志，已经交代予幕僚去安排。2020总统大选，过关王革命的风声不断，三个人到底什么时阵会见面？台北市长郭文哲10日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爱透过幕僚安排。郭台铭办公室是讲，已经接到郭市长方面的电话，上近这礼拜会由幕僚会面沟通。不过王金平讲，家己还未接到邀请。谈谈看嘛，对台湾整个长期走向，大家有什么想法？是吧？忧心归忧心嘛，烦恼完以后总是要想想看，说下一步要怎么办嘛。选赢的我们过苦日子有什么屁用？所以郭韩蔡三人，郭台铭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人选。这个都可以讨论啦。不然老实讲，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呢，柯文哲选胜率最高啊。那我们这边有没有接到就是柯市长这边就是可能幕僚先见面这样子的一个邀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会面就好了的。这个最有效、最直接，消息更不会外露。过关王革命会见会，根据郭文哲的幕僚透露，上近2礼拜内和三个人见面，按算用公开的方式，对外界说明三个人合作的方向。郭文哲嘛无想要伫选举的时阵拍通独白，顶多是最近郭文哲真险的发言，常常拢针对蔡英文。前一天郭文哲佫压了讲，听到真侪公股银行的董事长，每一个人拢爱去无选举经费几十亿，好外界认为是伫咧暗示民进党。蔡英文竞选中心办公室就要求郭文哲，若是提不出证据，就爱回实例。不要老是玻璃心一大堆。事实上，选举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那种选举募款签会，大家要，其实他们就听错，说那贪钱的贪是分摊的贪啊，那听到贪污的贪，那我叫玻璃心实在。针对郭文哲的解释，蔡英文回应讲，这个谈话不是玻璃心的问题，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形象甲名声。希望郭市长讲话爱更加认真，而且讲话嘛爱有证据。记者综合报道。若前行政长赖清德，伊是有去拜访前总统陈水扁，却无甲总统蔡英文见面。互大家外界在想讲，安尼敢有可能阁蔡赖配？总统蔡英文是应讲，不管敢有甲赖清德见面，因两个人的联络即马是无问题。上界重要的是，民进党爱团结。总统蔡英文甲新北市长侯友宜10日做伙共台视察万大山的工程，侯友宜发声要拼建设我陪你，毋过要拼选举摆票我袂当陪你。佮加讲蔡英文爱拜神，毋过嘛爱做代志，为着要争取2020连任，蔡英文接走选举行程，嘛积极来找找亲绿独派支持。尤其是赖清德初选输了后，伊佮特别去拜访前总统陈水扁，毋过陈水扁一直无甲蔡英文来会面，外界又讲敢讲是两个人的沟通出问题。我跟赖院长之间的联络没有问题，无论有没有正式的见面，我们的沟通是跟联络没有问题。第二个，民进党会团结的。蔡英文强调，讲民进党一定会团结，毋过拄人面册当看到赖清德甲陈水扁拢穿粉红色的衫，做伙捧杯仔替台湾祈福，引起外界真好现。两个人讲话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两个人已经2年没有见面了，中间大概是透过电话的联络。那这个是一个老朋友之间的聚会啊。还要看看，如果硬要再来配的话，这种是化学作用了，不是物理，不是算术的作用，1+1大于2，不是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发挥嘛。本土社团专力来推扫蔡赖配，蔡英文除了要找找亲绿的支持，连两天嘛伫新北市走透透。针对11新北市罗州永联市参拜时阵，国民党中评委陈鸿昌嘅韩国瑜，而且佮来挺蔡总统连任，希望以党纪开除的处分。蔡英文表示，陈鸿昌有讲这是伊的感受，希望讲伊讲的这句话会当互国民党来思考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邱显智昨昏宣布，伊要辞掉党主席，因为立委林昌佐退党。另外，不分区的立委甲卢义勇互除名，伊讲伊辞职是要负起政治责任。还是要向支持者跟社会大众
对这一阵子的纷扰说声抱歉。甲支持者会师咧，邱显智表明请示时代力量党主席的决心。邱显智强调讲，因为立委林冲做退党，佮加上立委高度以用去互除名，互党的政治形象真歹。伊要为这个代志，还有支持者的义务，请示来负起责任。我也期待并祝福继任的主席能完成未尽之功。面对党内的争议或者是路线的歧义，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处理。啊，不过共党的立委洪祖庸认为，邱显智请示的理由看起来拢不是理由，会搁去了解是啥物原因，互伊的形象来失职。若是敢是愿意参选党主席，洪祖庸讲目前还未想到遐，已经退党的林冲佐表示尊重邱显智的决定。今天显智在这个路线上面还没有厘清，然后就说要离开。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对我自己来讲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路线上面，我其实也是还会继续提出来做一些讨论。我现在既然已经退党了，其实我想也不太好去这个介入，或是去说别人的这个现在党内的一些事情啦，对。但是我想显智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也是辛苦了。包括立委市英明等5个决策委员下晡发表共同声明，希望邱显智继续来带领党拍赢2020的选战，因为战队还搁伫咧船长袂当即马甲大家放咧。根据时代力量的规定，党主席必须要伫现任10个决策委员内底选出来，上个月23举办决策会议。未来是想出任党主席，敢会影响甲民进党的合作，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云林斗南的当明里，因是甲生态病院合作，来透过病院安排一寡课程，互失智症的时代会当慢车恶化。将拳头宝伸出来，阿公阿嬷当认真伫咧活动筋骨。这是云林斗南当明里的落地据点，即阵敢若成立3个月，不过已经有真侪老大人是这的固定班底。来就是做运动，啊嘛会甲教阮吼，甲咱对咱的读壳足有帮助，叫咱画图甲咱教，吼，看咱家己去设计。今年3月份，当明里开始甲生态病院合作，做伙成立落地据点，有医生固定来社区观察老大人活动的状况，甲办理自主管理健康等等的课程，希望用个放慢失智症发生的机会。老人家有时候说我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旁边的人就会跟我们反映，其实他最近比较容易忘记事情，那他可能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扰，那他自己讲不出来的，透过别人来跟他讲。那其实也更加强了他们彼此相互关照，然后也让我们能够真正及早预防这些失智跟失能。落地据点结合医生的专长，互社区唔那是老大人联络感情的所在，更是提早预防失智甲失能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中英百合国小来一阵正特别的人客，伊是按美国来台湾学华文的大学生。咱的国校的囡仔用华语甲英文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甲故事，完成一场下国的文化交流。夜光推啊，正式以来讲石帮小朋友甲一阵对美国来的大学生，进捌原住民的传统建筑石板厝。屏东县中英百合国小的学生热情款待这人客，用华语也有流利英语来介绍排湾族甲鲁凯族的文化。Here is the kitchen. The clay pots are used as water container. 你可以从以前来看出来，这个家里还有人，就是如果还有人的话，它这里的天窗就会冒烟。这50几个对美国来的大学生，因是参加2019年台美联名全球大赛综合金课程计划，到成功大学学中文，嘛到各地实际体验台湾的文化。我觉得他们的神话，他们的就是以前的故事，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来的？听到很多就非常有意思的传统故事，然后文化。中英百合国小的校长讲，学语言上重要的是跨文化的国际交流。那除了学习中文之外，他们也需要认识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这边活动是台美2个月小型文化交流，美国大学生进捌台湾原住民文化，小朋友透过这边的机会，会使开阔国际观。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县中乡仑仔社区有一个所在是专门来放较早期伫咧做事做农的家私，要互少年人来看，互少年人会当了解做农的辛苦，咱嘛做伙来去。这个看起来那亲像乐器，外形不了特别的器具，若是无8到10岁阿嬷来解说，大家一定拢唔知影，这是要摕来创啥物？这咧拍摄啊。机械的工具唔干那这一项呢，这个机械合作风果是较早摕来甲七个。较早做事若落雨，就会穿脏水，抹伫咧身躯顶，就袂好好压淡。若一支长长的棍仔，差不多有3尺长，头前有一个关节，搁再接大约30公分长的棍仔。当棍仔在焊的时，在棍仔的顶端来讲涂骹的豆仔、切仔，遐有壳的作物。加工落去了后，内面的豆仔就会走出来。这种工具就合作钢架。咱较早拢做田嘛，做田拢即马拢无用着啊。算会地吼，唔知影翘翘会地看。看起来简单的工具，煞是种田甲处理农作物上好的器具。园长仑仔社区一个专门咧放较早的农区的所在，互咱体会较早种植的辛苦，嘛了解先人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动物潘旅馆，毋过呢，因专收干那收鹦哥这款人客，头家娘开大钱租大间厝，替鹦哥起乐园，还佫提供天然健康的饲料。有主人就讲，伊鹦哥来大了后，拢无想要回去啊。荷香鹦鹉来讲的话，是目前还蛮受欢迎的鸟种。那因为它们的公鸟话还有母鸟，它们会讲话。讲到鹦哥，头家娘是充满热情，伊就是鹦哥灵母林慧环。因为受介意鹦哥，就转行来开全台中唯一一间的鹦哥架卡旅馆。对伊来讲，鹦哥就若像伊的囡仔，要互因上好的环境。我们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友善的分享资讯的一个地方。你怎么样子去饲养鹦鹉来讲的话，是比较友善的对待，然后能够让他们健康活泼的活到他们该有的年龄。才知道他是对这个宠物这个鹦鹉的非常的有爱心呐。那所以吸引我们这边的地方的人，大家都很高兴来这边参观。这个鹦哥乐园有5米宽的空间，内外2层铁网仔，互鹦哥会当自由飞，阁有会当佚佗的器材，甲纯天然的健康饲料等等，有通食，阁有通耍，哪像伫咧乐园同款。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台中有这样子的鹦鹉的住宿的服务，还有那个钟点的服务，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可以提供给鸟友们一个交流的环境，然后也可以让鹦鹉之间促进一点互动。这个真超我的假鹰中心，唔但会当假大，阁会当算点钟的。林慧环笑讲，伊其实唔是头家，是鸟仔奴才。鹦哥的智商真悬，差不多甲人5岁至8岁同款。头家嘛提起主人，热天的温度真悬，鹦哥较会着沙，而且嘛有可能因为胃肠发炎来死去。提起主人爱加注意，才会当互心爱宝贝动物长长久久的陪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南投有一间幼稚园，有安排细汉艺术家一款课程，教囡仔人来交碰洗做暗巾，互囡仔会当动手嘛增加注意力。这小朋友真认真，用碰洗一轮一轮要切出一条围巾。因是南投第3镇幼稚园的小朋友，因讲真期待完成，要摕倒来送互厝内的人。编织围巾送给爸爸，好玩。我编1分钟就变成这样子，很完美。我很期待赶快完成，然后呢，我要送给我的爸爸。小朋友请碰洗工具唔是买便的，是老师带同学做伙用机仔边的棍仔、抓杠，还有树林，家己做出来的编辑器。小小艺术家课程的指导老师讲，学请碰洗，袂使增加囡仔的注意力。这一次主题呢是小小艺术家，有进行到点线面，那就是让孩子有编织，然后呢，在编织方面呢，让孩子可以学到他的专注力。家己动手做，就会使变出真侪法宝。即摆课程设计多元丰富，囡仔会使伫课程内底学到综合的能力，一边增加艺术美感，一边训练注意力。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报马来关心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审计委员会明仔日开会，资方的代表是讲，美中贸易战正价未收煞的，所以基本工资应该唔好起。也毋过劳工团体是讲，也毋是有转单效应，倒来台湾去好着咱的企业，所以基本工资上无爱去5%才合理。真侪餐饮服务业人手白长，超商保全薪水的水准拢是照基本工资伫行。劳动部要伫即礼拜三审议明年的月薪，还有1点钟薪水调幅。劳资双方的意见无同，再起7大工商团体开会集合意见，主张明年应该卖起基本工资。劳方团体是去劳动部合约，上无爱起5%才有合理。刚才开会的结论就是说，7大工商团体会共同的表达。希望明年度的基本工资动涨。像家乐福是，它只要去年调23100之后，它再多个200块，贴着你的基本工资走。我们希望是说，基本工资调涨最少5%。来看106到108年一个月薪水甲1点钟的薪水调幅，拢差不多伫咧5%。资方认为连续3年加起来，月薪差不多增加要15%，时薪差不多增加要18%，已经真悬啊！毋过对劳工来讲，也是无法度解决薪水增加的问题。外界预计今年劳资代表伫审议会会用3%至5%的幅度来调整。若是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嘛可能会变做谈判时阵上重要的影响的一个重点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所有的外销产业的零组件跟货品都被要求降低15%的报价哈。那国内的内需市场也非常萎靡哈。譬如说国发会有说今年的一个景气，由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转单的一个效应跟台商回流，其实经济成长的情况底下，基本工资调升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资方讲，中美贸易战和台商的利润降低，劳方是照国发会观察，强调讲台湾有受惠伫转单的效应。来是主计总处是伫咧7月底，甲今年第2季的 GDP 经济成长率对1.78%调整到2.41%。基本工资敢是要起，甲250万个台湾还有外国的劳工的权益有关系。劳动部表示，会甲劳方、资方、学界、政界等等的意见加起来，而且斟酌企业的经营、劳动政策还有经济发展来检讨基本工资。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食头路人的落地有关系，这是年尾奖金。4大国营事业年尾奖金要收偌济？行政院即马认定讲应该是4.4个月，也毋过有哪样立委就批评讲，中油、台电一直在突锤，算领甲遮济。针对这款积极，经济部是表示讲，一切拢是照规定来办。油、电、糖、水4大国营事业员工年底奖金确定会当摕到4.4个月，主要是去年利润超过标准，绩效奖金经济部2个月进前已经核定，另外停保考成奖金，行政院嘛正式确定拢是价定，有2条奖金。因为4家公司都是盈余超标嘛，所以盈余超标，所以都是2.4个月，所以加起来是4.4个月。国营事业年底奖金到底当领偌济？若是以台电年资满10年的员工来计例，一个月薪水若是6万块至7万块，年底奖金差不多有26到30万。若是中油差不多4年年资的员工来算，薪水超过5万块的，年底奖金差不多有22万。我们可能这个今年也是不到2个月吧。我觉得基本上，如果像国营事业，它本来就有获利的优势或者保障，3个月是合理的，而且不能超过3个月。部分民众认为，国营事业年底奖金的考核袂当干那看利润，该看工作表现。因为最近中油、台电一直出包，漏油的事件、公安的意外，考成的奖金出嘛是阁是价定。台糖5间大卖场是一年赔3亿，造成真大的损失。考核的标准无共，无法度互人来接受。过去1年来，台电跟中油一再出包，但是行政院竟然核定它最高的绩效奖金4.4个月，砍人民之慨，我们不接受。只要按着制度走，我觉得该领的多领啊。那反而高阶的人有错要少领，不要去为难这些基层的员工。反映成本该调而未调，就是会造成它亏损，或者是盈余比较少。这个呢，政策性负担要加回去。4大国营事业4.4个月年底奖金差不多是150亿，数目是真大。立委这个是有选举的考虑，毋过学者分析，国营事业必须爱负政策性的任务，油价、电价、水价起的时阵，却袂当反映成本，才会长期了钱，毋是经营不好。毋过将来甲处罚应该爱搁较清楚咧，才会当互民众来认同。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伫咧大台北这带高温可能有36度以上，伫咧台东有可能会吹小风，乡亲出门在外爱加啉水。另外，气象局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水护特报，台中以南拢爱注意落大雨。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